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阿哈 Moment 頻道，我係 Kiwi。喺呢一年365日入面，我每一日都會提供1分鐘嘅影片，去幫助大家每日做1分鐘嘅吸引力法則練習。每一日嘅中午12點會準時上載，請大家喺呢一刻動下你隻手指，撳個 like， 撳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呢365日嘅吸引力法則練習啦。大家就利用365日每日1分鐘嘅時間，去令到大家嘅生活得到蛻變，得到進步，迎來1年後嘅你，擁有美好豐盛嘅生活。請大家多多支持，為我提供動力，去完成呢一個365日嘅挑戰。唔知大家有冇睇過《秘密》呢本書呢？《秘密》呢本書提供咗清楚嘅原則，令你知道點樣可以跟住宇宙嘅自然法則去過生活。但最重要嘅係，你必須要親身咁去實證，去實踐。我哋唯有透過真正咁實踐吸引力法則，先可以成為自己生命嘅主人。當我哋走完呢一整年嘅教導，你每一日得到清明、理解同智慧，去幫助你實踐呢個支配人類嘅法則。因為咁樣，你可能真係會成為你生命嘅主人，得到嘅可能係時間自由、財務自由，以至情感自由。願喜悅與你同在。為咗快速改變人生，請你運用感恩去轉移你嘅能量。當你將所有嘅能量都投入去感恩嘅時候，你會睇見奇蹟出現喺你嘅生命入面。為咗令事情迅速咁改變，請你每日都寫低你嘅感恩日記，直到你睇到變化出現為止。而且你要感受到呢股感恩之情，你嘅力量就存在喺呢一份你加咗感恩話語嘅感受入面。透過感恩，大家加速蛻變，迎來更加美好豐盛嘅人生。無論你心入面而家有咩感覺，你而家吸引嘅就係明天。擔憂吸引更加多嘅擔憂，焦慮吸引更加多嘅焦慮，唔開心引嚟嘅只係更加多嘅唔開心。唔滿足嘅你只會吸引到更加多唔滿足。另一方面，喜悅吸引更加多嘅喜悅，快樂吸引更加多嘅快樂，平靜會吸引更加多嘅平靜，感恩引來更加多嘅感恩，仁慈引嚟更加多嘅仁慈，愛吸引更加多嘅愛。到底你點樣揀？你想向正面定係負面？而家你嘅工作就係內在，為咗改變你嘅世界，你要做嘅就係改變你自己內在嘅感覺。你睇下幾咁簡單同容易。你生命中嘅每一刻，宇宙都喺度引導緊你，同你溝通緊，佢喺度回應緊你嘅想法，並且透過你嘅感覺俾你寶貴嘅回應。你嘅感覺就係宇宙同你溝通嘅訊息。美好嘅感覺就係代表呢一件事或者呢一樣嘢係對你好嘅。唔好嘅感覺就係要引起你嘅注意，要你將焦點從目前專注唔好嘅事上移開。喺呢一刻，請你調整你嘅頻道，去仔細咁樣覺察到底宇宙每日同你所溝通嘅訊息係乜嘢。記住，你從來都唔係自己一個人，你並不孤單，連1秒鐘都唔係。你踏出嘅每一步，宇宙都喺你身邊引導你，所以你必須要仔細咁樣聆聽宇宙俾你嘅每一個訊息。當我哋面對住負面狀態嘅時候，我哋要喺呢個時候尋找禮物，而呢一份禮物就係因為我哋經歷過負面狀態，令到我哋學識點樣去解決問題。呢一份禮物就係成長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會調整到新嘅路、新嘅方向，會需要更加多嘅特質同埋長處，而呢啲特質就正好係為咗完成我哋未來生命入邊更加偉大嘅事。正因為咁樣，當我哋面對挑戰同恐懼嘅時候，我哋要勇敢面對，唔好退縮，勇往直前咁樣去尋找呢一份禮物。無論你而家身處喺邊一度，所面對嘅事有幾咁困難都好，
總有一刻困難會得到解決，就好似落雨咁樣，到底你想呢一場雨落足3日3夜，定係落3個鐘就可以雨過天晴？所以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，你想呢個困難困住你幾耐，全部都係取決於你自己內在嘅心態。因此，當我哋面對問題嘅時候，我哋應該係要積極面對啊，定係保持住一個拖延嘅心態？冇人可以左右到你嘅選擇，只有你自己揀。有冇聽過快樂係取決於我哋自己呢一句說話呢？有啲人可能因為今日喺街度撞到一個好耐冇見嘅朋友而感覺到開心，有啲人可能因為今日可以準時收工，唔使 OT 而感到快樂。可能每日都係返工放工嘅你會覺得生活好平淡，每一日都唔會有啲咩事值得你覺得開心同高興。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日常生活都係好乏味，冇咩事值得自己開心嘅話，大家試下喺日常生活細節入面揾一啲令自己覺得開心嘅事情，唔好理佢件事係幾微細都好，只要嗰一刻我哋覺得係開心，都將呢個情緒慢慢咁樣放大，慢慢去吸引更加多令自己開心嘅事嚟到我哋身邊。有3個字講出嚟嘅時候，就有最深不可測嘅力量，可以完全改變你嘅人生。呢3個字從你口講出嚟嘅時候，將為你帶嚟絕對嘅喜悅同快樂。呢3個字會喺你嘅生命入邊創造奇蹟，摧毀負面嘅事，並且喺所有事情上邊為你帶來富足。當呢3個字被講出嚟，而且真誠地被感受到嘅時候，將會召喚宇宙入邊所有嘅力量，將萬事萬物往你嘅方向調動。你以及你夢想中嘅人生之間，只需要3個字，呢3個字就係多謝你。我哋會吸引嚟自自己心入面所想嘅一切，我哋吸引同經歷到所有人事物，都係根據心入面嘅念頭而嚟。你嘅人生係你內在所思所想嘅反應，而你內在所想嘅總係喺你掌握之中。呢個就係吸引力法則。呢個系統其實好簡單，就係透過我哋嘅思想去創造現實，透過我哋嘅感受去創造實相。當你有正面嘅思想、良好嘅感受，一切美好嘅事都會發生喺你生命入面。時刻保持住正面嘅思想，宇宙就會源源不絕咁為你帶嚟美好嘅事情。你係一個獨一無二而且偉大嘅人，喺地球嘅幾十億人口當中，唔會有另外一個你，而且你嘅存在對我哋呢個宇宙運行係好重要，因為你係成個宇宙嘅一部分。你睇見嘅所有事物，冇咗你就冇辦法存在，所以你要珍惜自己，讓自己繼續發送光同愛，持續感染你身邊嘅所有人，令到呢一份光同愛嘅能量得以持續落去，並且得到傳承。我哋就係宇宙當中嘅其中一點光，將每一點光都集合起嚟，形成一股強大嘅正面能量。多謝大家嘅收聽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